屬虎嘅你12生肖之中財運排第2喎，因為你今年係財運年，只不過因為你冇兔咁好啫，因為兔係桃花年，咁你屬虎咧完全冇吉星，即使財運年都咧可能要樣樣親力親為，乜都靠自己努力把握。咁財運年嚟講，如果你嘥秋冬天一定係勢如破竹啦，係咪？即使你嘥春夏天都啦，都係因為財運年而提高一線嘅。咁啊財運年咧，對呢個上班一族就冇乜幫助嘅喎，因為上班一族唔會突然間個財運年多咗錢噶嘛。咁財運年當然排第1對做生意有幫助啦，排第2對自顧多勞多得嘅人有幫助。咁但係最直接一定係做生意㗎啦，因為做生意去到財運年咧，財運年有時唔係話越勤力越多錢㗎嘛。你唔同自顧係要多勞多得，係用時間去揾錢，但係做生意可能突然間接到筆大生意，哇！一單生意可能頂你1年都得啦。所以屬虎今年咧排第1係做生意嘅人，排第2咧就係自顧一族，最冇乜特別幫助咧就上班一族啦。咁上班一族唯有希望今年公司業績好，年尾有個大利是收一收啦。如果呢個都冇啊，今年就冇乜希望噶啦。咁屬虎咧完全冇吉星，凶星都唔使驚，凶星得一粒指背啫。咁指背俾人督背脊講是非，咁明槍易擋，暗箭難防，話明督你背脊，你又唔知邊個喎。咁你唯有自己行得正，企得正，盡量唔好有破綻俾人督就得啦。咁今年財運排第2，桃花咧就排第7啫。因為你屬虎嚟到呢個馬年咧，叫做太歲3合，合都代表感情係穩定嘅，所以感情方面今年冇乜特別，唔係桃花年，但係感情比較穩定，有就繼續有，冇就繼續冇。如果冇咁點算啊？唯有留意桃花月啦，因為你今年桃花月咧就農曆6月同12月呢2個月係重桃花月。咁如果單身你又唔想再繼續單身落去咧，就唯有等呢個6月同12月啦。但係今年把握唔到啊，都唔使驚喎，因為2027羊年係你重桃花年啊，所以最多等多1年啫。